各位同事大家好，我哋中標率越嚟越高，EHSS 嘅項目咧越嚟越多啦，我見大家都非常之忙，喺呢度我就係同大家強調下我哋嘅核心價值。第一點就係團隊合作，第二個就係專業創新，第三個咧就係品牌導向，第四個咧就係分享共贏。OK， 咁我哋嘅團隊精神咧，一定要發揮到淋漓盡致，我哋先至可以贏。我將我哋公司啲所有同事分做三種人。OK， 第一種就係 SM， 就係銷售經理。OK， 專門做銷售嘅。第二種咧就 PM，Project Manager， 就係交付經理。OK， 第三種咧就係 CS， 或者叫客戶服務團隊。OK， 三種人。OK。除咗呢三種人之外咧，大多數其他嘅或者好多啲大公司入邊嘅分工咧，我哋都盡量去 subcontract 俾人做，即係外判俾其他人做，包括財務啦、融資啦、或者係物流啦、採購啦、施工啦，我哋全部可以分判俾其他公司幫我哋做嘅咧，就盡量分判俾其他公司俾人做。我哋嘅核心價值就係創造價值、實現價值。OK， 所以我哋有三種人，呢個係我就強調，一個銷售，一個係交付，另外一個係客戶服務。OK， 除咗銷售同埋交付之外咧，所有其他人包括我哋有好多同事喺國外啦，深圳啊、Lot 啦，廣州我哋有Kelly 啊、Fia 啊、Jenny 啊、Ashley 啊，咁多人，我哋都係擺喺 CS 呢一部分咁。咁我強調一樣嘢就係銷售經理咧係開發項目 ，OK， 為團隊創造價值 ，OK， 交付經理咧嘅使命咧係為團隊咧實現個價值嚇。客服咧係個使命咧就係唔好俾 SM 同埋 PM 有後顧之憂。OK， 如果大家揸住呢個宗旨咧，其實你做嘢咧你就知道點做嘅啦，好嘛？咁多謝晒大家，大家一齊努力，我哋嘅團隊會越做越好，越開心。